今日想講題目係閱讀非讀書。咁開始之先呢，講清楚就係我個頻道咧，全部係我真人發聲吓，我唔用 AI，所以會有時會講得甩甩咳，但係我絕對係唔會用 AI，因為呢個係我用自己真人把聲嚟錄嘅。咁啊，每集咧盡量我係唔會講超過5分鐘，慳翻大家時間，將最精華嘅直接過俾你。有興趣嘅就跟蹤下、追蹤下吓，點讚啦，講得唔好、講得好都可以留言一下嘅。OK， 咁今集咧講嘅主題咧就係閱讀非讀書。OK， 好多人都認為啦吓，閱讀啊係同讀書咧係一樣嘅。OK， 第一個反應咧就係覺得哇，壓力好大啊，大佬！大家細細個接受嘅教育咧就係令我哋係咪就係認為讀書就係為咗考試啊、做功課啊，仲要強迫自己每一日啊。每一本書都要從頭睇到尾，好多人咧因為咁覺得咧自己唔係讀書嘅材料，一睇書就頭痛，將閱讀咧當成一種負擔。其實呢個觀念咧係錯嘅，錯上錯，根本就係教育香港即係呢個教育啦吓，帶出嚟一個誤解。首先今日咧會有幾個重點要講嘅 ，OK， 一共咧有4個重點。第一個重點啊，閱讀嘅核心一定係要樂趣 ，joyful 啊，唔係任務啊。OK， 真正嘅閱讀咧，首先要條件一定要搵到樂趣，好似去做 gym、去按摩、去食呢個回轉壽司一樣，唔好將呢個閱讀咧變成咗硬性嘅功課。你去食回轉壽司啊 ，OK， 唔中意嘅咪唔好夾咯，唔中意食嗰嚿飯底嘅，咁咪成日食嚿魚生咯。閱讀都係一樣噶，唔好強求一定要睇完整本書。如果一本書一打開本書，如果就想瞓覺，哇，就唔好硬頂啊 ，OK， 證明你係暫時搵唔到呢個樂趣嘅啫 ，OK。第二個重點就係20-80嘅法則啊，20-80法則啊，唔識嘅上 Google 自己睇下 ，OK。書本只有2成嘅精華，20-80就係20咧就代表每本書裏邊咧係只有2成係堅有用嘅精華。我哋可以運用呢個咁嘅法則咧。喺一本書嘅入邊，80%嘅內容咧都係做鋪墊嘅啫，重複嘅論述。OK， 真正嘅係嗰20% 嘅精華。OK， 所以根本咧讀書嘅時候咧，閱讀啊，唔好講讀書咁死啦，閱讀咧就唔需要逐字咁樣、逐句咁樣默念。OK， 係嘛？練習用隻眼咧係快速掃視嗰啲文字，唔好心入邊咧一隻一隻字咁默讀。咁樣會拖慢成個呢個樂趣嘅，大佬。OK， 睇書之前咧，一定要最緊要識得點樣睇準一本書係咪你想要先。OK， 點睇啊？咪睇下啲人啲書面、書背係嘛，目錄係嘛，就直接跳去你需要嗰啲嘅想睇嗰啲嘅章節就 OK 噶啦，唔需要順序讀書。OK， 總之你係要讀書係咩啊？為咗要咩啊？閱讀係為咗要咩啊？樂趣同埋咩樂趣啊？就係要實用啊嘛，實踐啊嘛，用到出嚟嘅先最緊要。所以第3個重點係咩啊？主動嘅閱讀啊，係帶住目的嘅去睇書啊，大佬。你冇目的你睇書咧，就等於漫遊，等於係呢個功課嚟啦。正式睇書之前，唔該問一問自己，我想喺呢本書度揾到啲咩先。OK， 舉例，如果你係想學理財嘅，唔該，你又專注喺理財嗰方面嘅思路。OK。你想要啲咩？你想學到啲咩理財嘅嘢？唔該，具體少少。其他冇相關嗰啲可以直接跳過。呢個咧概念咧就好似你查字典咁嘅啫，唔會有人咧將本字典從頭到尾係咁睇完噶，只會咧係揾到特定你想查嗰隻字或者嗰個字嘅意思。OK， 閱讀咧都係咁樣噶，其實主動嘅去揾資訊，唔好被動嘅為咗睇而睇。第4個重點，就係咩咧？我係比較推薦啊，係用實體嘅書，即係紙本嘅書，就唔好怕畫花本書。睇到有用有共鳴嘅地方，大膽嘅唔該畫線 highlight， 寫低自己嘅諗法感想。寫花本書係應該㗎，寫翻本書越花係越會幫助到自己去內化到學到個內容。寫低你靈感啊，寫低你感想啊，先至係屬於你自己㗎。每隔1-2個禮拜，抽5至10分鐘嚟，再睇翻本書之前你標記嘅部分，係嘛，加深個印象，係嘛。最重要咧係記住係咩啊？2成閱讀，8成係為咗咩啊？係為咗實踐核心呢個核心嘅觀念。
有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就係話，2成嘅時間係用嚟閱讀，8成嘅時間係用嚟咩啊？輸出啊，即係實踐 ，input and output。OK，就算你睇完100本書，如果係從來都冇 output 過嘅話咧，係好容易忘記嘅，即係等於白費時間啊！所以輸出咧可以親自喺書入邊寫低你嘅諗法啊，之前講嗰啲啦，亦都可以同人分享啦，寫低嘅見解啦，透過你嘅實踐咧，先可以將到本書嘅知識咧變成自己嘅嘢。OK，最後總結下，閱讀係唔需要有任何壓力噶，唔該，揾到自己適合嘅節奏同埋樂趣先係最緊要啊！一定要學識取捨。OK，懂得點樣去，識得點樣喺本書入邊攞個精華，先至係嘛？然後付諸實行，呢個先至係有效，真正係有意義、有樂趣，係樂趣嘅閱讀。記住，閱讀最緊要有樂趣。